咁最近咧，亦都有朋友問啦，老師啊，改名咧係咪等同改命咧咁樣？咁啊可以睇到咧，好多明星啊都會改自己嘅名嘅喎，包括好似梁詠琪啊、劉德華啊、成龍啊呢啲咁樣。咁到底改名係咪等同改命咧咁樣？當然啦，改名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噃，特別喺改名嚟講咧要注意啦，其實真正嘅中國文字嚟講咧，就應該係繁體字嚟嘅，因為咧簡體字嚟講咧係少咗好多筆畫嘅噃。呢個咧係一個問題啦。另外咧就係改咗名咧係咪一定發達咧？當然唔係啦，只不過咧佢對你嘅名聲、地位運咧係有所幫助嘅噃。特別係咩啊？就係做娛樂事業嘅人。咁啊，如果改咗名嚟講咧，第一會令到觀眾緣啊係增加，以及咧能夠配合到佢嘅成個劇本，因為佢嘅劇本可能要木多或者金多嘅嚟幫助自己嘅運嘅情況之下咧，名字咧就可以幫助佢啦。當然啦，我哋成日講啦，唔係話改個名之後咧就會發達嘅，呢個係冇可能咁啊！個個都係改啊李嘉誠先生嘅名咁啊可以發達，唔係嘅，要整體去配合，同埋要配合咧，特別係你嘅成個運勢、你嘅劇本先至有利嘅噃。佢啊只不過係一個輔助啊，因此啊，如果改名嚟講咧，要睇下啦。如果對你嘅成個劇本有幫助嘅話咧，其實可以考慮嘅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